台南市西区扶轮社颁发清函做合金的活动，对2009年开始到目前已经持续14档。上午的颁奖仪式原本由议长曲丽丽主持，不过临时因为重要的行程，改由办公室的主任曾耀德陪同，由着社长苏进国带领社员一一来颁奖。非常感谢西区扶轮社，其实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那也对社会有许多的贡献。那从2009年到现在，他们已经持续14年的疫行，然后这样的助学金来讲，对小朋友有很大的帮助。那也期待这些受奖的小朋友，未来能够抱持着更多回馈社会的心，然后来努力，然后来回馈我们这个社会。举办这个奖学金已经14年了，每年都为了这个孩子大家能够希望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也能照这样来回馈社会，希望我们的社会更温暖。来自各行各业的西区扶轮社社员，因伫个事业有成以后，嘛积极兴盛，长期关注奖助合金，和协进国小甲立林国小。上午2间学校的校长嘛特别出席，感谢扶轮社。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孩子们把这份爱心传达，要回去告诉我们的家人，让家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份爱心来自于社会大家的关怀。我们自己更要自立自强，表现得更好，每一天都让自己更好。那也再一次表达学校对于我们各界对孩子们的关心跟帮忙，再一次表达最深的谢意，谢谢。非常感谢西区扶轮社对我们立人国小特别我们的孩子扎根善与爱，让这份善与爱在农历年前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缅怀在心。同时，我们也所有的小朋友也将用这份的心继续去往后的学习，甚至未来有机会的话，长大成人，能够秉持着我们西区扶轮社所有社友的一个精神跟理念，好好再把这份的善跟爱正向的循环下去。14年来，西区扶轮社每年发放助学金，除了鼓励学生用功读册，另外嘛希望囡仔伫个大汉以后，嘛会用回馈社会，甲善甲爱的正向循环落去，互社会更加温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